各位家長大家好，今日我哋一齊抬起頭望下更遠嘅將來，仔女嘅出路。好多家長都有個迷思，就係覺得考唔到香港8大就等於世界末日。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打破呢個嘅迷思。首先，我哋要有一張完整嘅升學地圖。DSE 嘅成績只係決定你仔女喺地圖上嘅起點。除咗傳統大學嘅學士學位，我哋仲有好多好好嘅選擇。首先有副學士啦、高級文憑，呢兩條路係升讀大學嘅一個重要嘅橋樑。好多學生讀完之後，其實可以直接銜接返大學嘅2年級甚至3年級，就係平時我哋講嘅 Senior Year Entry。對於某啲需要時間適應嘅 SEN 學生嚟講，呢條路可能幫助到佢哋行得更加穩。跟住係職業訓練局 VTC， 請大家唔好對 VTC 有偏見喎。VTC 其實提供咗好多好實用嘅課程，由文憑到學位都有。好多嘅課程呢，甚至佢嘅就業率都非常高嘅喎。佢哋強調實踐啦，好非常適合一啲坐唔定但係又中意落手做嘅學生。仲有第三就係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同埋應用教育文憑等等。對於學習能力或者公開考試成績比較弱嘅學生，呢啲課程提供咗另一條出路，不但集中去培訓佢哋特定公眾嘅技能啦，甚至可以幫助佢哋容易投身社會。第二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就係強項為本嘅角度去幫仔女去做生涯規劃。我哋 SEN 仔女好多時候都有好獨特嘅興趣，甚至係執着。我哋唔應該視佢為一個怪癖，我哋反而要諗下，點可以幫佢哋一啲嘅興趣去轉化作為一個專業嘅技能。例如一個對巴士路線過目不忘嘅 ASD 學生，可能佢有極強嘅系統性思維或者記憶力，喺未來好適合做物流管理啦、數據分析啦。而一個好中意畫漫畫嘅 ADHD 學生，可能佢有無限嘅創意，可以喺佢嘅設計啊、動畫方面去發展。而我哋作為家長嘅角色，就係幫助佢哋去發掘呢啲嘅潛能，而唔係強迫佢哋去行一條唔適合佢嘅路。最後，家長大家都要記住，你唔係孤軍作戰嘅。其實勞工處都有展能就業科，去專門幫一啲傷健人士，包括 SEN 嘅畢業生去提供就業輔導同埋配對。另外，香港都有好多社福機構 NGO 去提供職業培訓啦、實習機會同埋在職嘅支援。記得去善用呢啲免費嘅資源啦。最後記住，成功嘅定義唔係單一嘅，我哋要揾到一條令仔女有滿足感、可以發揮所長嘅路，咁先係真正嘅成才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已經由讀書講到出路，但係喺呢條漫漫嘅馬拉松裏面，有一個人最容易被忽略嘅，就係你哋自己。